民党甲民众党联手三读通过的财政划分法，安尼一来，中央政府伫个国防、民生、交通建设的经费，恐惊会防删减。行政院开记者会分析到其中的关键。 我们必须要很负责任告诉大家说，现在这个周五通过的财花法的版本会造成哪些问题？财会法修正案三读通过，中央今召开记者会，列出包含国防、民生、交通建设等等经费，恐惊会经费三度减少造成影响。部分的地方政府，它所获配的财源会超出它的税出所需要的，地方政府完全不需要去自筹财源，会不会为了消化预算而有支出腐烂？通案性大家都减28%才有办法达到首要的一个需求。那现在如果我这一项不减，国防不减，其他就必要多减。国防经费无删减，都要提民生等等其他预算来补。那照主计处计算，包括原本编2940亿的国防经费，1200亿的北部劳保基金，400亿的租金补贴，含治安维护经费，健保财务协助小资女化对策等等，拢会受到影响。啊，若要如何解决困境？即马到立院立委组长提出行政院长无当因那签名，总统无公布法律等等方式来反制难行。总统一旦公布的话，3天内就会生效。明年度的总预算本身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，可能甚至需要重新的编列。相关的因应措施都在评估中，但是我们会用就是遵循宪政的程序，然后完成救济。强调会继续找找救济手段，不过细节就要搁经济讨论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